就播緊歌啦，係喺電話裏面一路播一路玩嘅遊戲。咁呢個係 Super Jam 嘅話，我就冇啦。我今日想介紹嘅係松鼠咪啲一個啦，但係咁你基本上打松鼠應該揾到點解我可以咁樣喐嘅呢？其實你一開始得單面嘅啫，要10粒黃金種子先可以開啟另外一面嘅，係啦。咁呢，我有一啲好多玩具嘅，嗱，我有煲一個啦，有面紙啦，有藍色嘅座椅啦，有橙皮啦，有廁紙筒啦，有電爐啦，有一個梯啦，有條繩啦，有一個棉被啦，有一個兔仔嘅衫啦。仲有一個捐窿捐罅嘅，係啊，就冇乜資料，其實冇乜咯，因為我唔會嘥啲黃金種子去買呢啲食材啦，因為食除咗食就用完噶啦，嗰啲普通種子我先會嘅，係啦。咁我其實都冇乜點介紹啦。咁咧為咗啲資料出嚟咧，同埋玩具咧，就引佢哋出嚟咧，佢哋就會出嚟噶啦。咁咧就要細心觀察下啦。你哋冇得養倉鼠都可以喺度體驗下噶嘛。拜拜。